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地下广线为民众带来真大的方便，但是伫过去因为各单位的资讯无法度互相整合，所以造成广线错乱，甚至常常会去误破广线。市府工务局展现推动路面决心，将公共广线全部拢整合起来，上午发表整合广线的成果。搭配趣味的动画，这场成果发表，互民众会当更加轻松的了解公共管线整合的成果。为着要整合，市府工务局开了几6档的时间，包括道路乌通的资讯透明化、违规缺失全面监督，甚至首创手机 APP 会当显现的3D 影像，互加侪工程单位伫咧施工的时阵会当作为参考。也各位看过。他一直很自豪，说全国唯一管线管理系统能够用手机来查询就比你跑回去电脑再查回来，外面如果是瓦斯管的话，捞到会花园所以现在手机都可以查。他大概希望就是说全国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把新的技术一直注入，变成 update， 将来每一个全国各县市。都有一个每一个技术的提升。今天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台南市的一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为大家参考的依据。但是呢，我们有办法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得到中央的肯定跟支持，这个我们不敢居功刚刚我们吴局长的报告里面，大家可以听得到，市府团队的确是很用心，但是如果没有中央大力的支持，包括经费，包括各种政策的支持，其实我们也走不到这一步。那另外，台南市的管线单位对我们也非常支持包括最常见的台电、中华电信自来水公司，还有这个瓦斯公司等等的单位，都派代表在市政府上班那上班的地点是在台南市政府，为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要做这个管线的这个合作的事情避免一些突发的状况整体整合过后的成果，上界重要就是会当避免以后公共管线因为无小心误着造成公安的问题。这样良好的政策执行，也互工务局下第8届政府服务品质奖的功能。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新兴障碍者因为机体或者是智能的限制，蛀齿的比例比一般人悬出真多。为了重视新兴障碍者的喙齿健康，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洗喙比赛，希望透过趣味的竞赛，协助新兴障碍朋友学习正确的洗喙观念。来自台南市各新兴障碍机构所组成的6支队伍，总共205位参赛者。6号即天组织伫台南启智学校进行105年度特殊需求清洁喙齿比赛。会场嘛邀请牙医师工会协助新障团体认识口腔保健观念。市府为了感谢牙医师工会协助，嘛特别颁发感谢状，予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理事长陈义聪以及台南市牙医师工会理事长陈亮光，感谢因对新障团体的帮助。台南市呢，为了要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朋友的口腔卫生，我们大概做了3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跟台南市牙医师工会合作我们指定了5家身心障碍者牙科特别的门诊那另外呢，我们台南市还有32家自动加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跟这个启智学校这边合作，然后也跟牙医师工会合作我们卫生局会请牙医师来到这边做巡回的这个教育工作
那也会到其他的身心障碍机构去做牙科这个健康教育的巡回教育工作这个是我们所做的这个第二个工作那第三个呢我们也对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提供直接的协助我们就是利用各种的面向，同时跟牙医师公会合作，来达到照顾我们身心障碍者口腔卫生这样的工作。这边的参加吹气比赛分成独立刷口组以及师长完全协助组。在各组完成比赛了后，再个由台南市牙医师公会医师担任评审，根据刷口姿势、口腔清洁状况进行评比。市府希望透过活动结合社会各界资源，做伙为弱势团体健康把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场官邸有40多档的历史，因为年久失修，所以2年前承租予餐饮集团。业者征收了后，在去年开西餐厅。议员王家珍希望该集团在符合外化持有财产的原则之下，会当有更较侪积极的作为来回馈予台南市民。台南市立官舍已经有超过40档的历史，在2014年由市府承租予餐饮集团作为西餐厅经营。议员王家珍认为，该集团来台南设分店，上主要的目的也是为着赚钱。希望市府在符合外化持有财产的原则之下，会当调整合约内容。最大的一个目的仍然是赚钱嘛，仍然是用最少的资本赚到最大的利益，商人没有做亏钱的事，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跟贵处请教是说，我们在条约里面有没有在符合台南市民的最大利益之下，符合贵府所谓的把你私有财产活化的理念之下，在合约上有一个适当的弹性？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它的盈利状况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部分，我想这部分我们可以来评估，跟他来做一个修改契约部分。第二个部分想要跟议座报告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除了要鼓励活化以外，事实上我们也赋予在契约里面赋予他有一些的一个社会责任，包括就是说他要办理一些艺文的一个展览也接受一些弱势团体的预约导览，来强化活化来这个听社的这个市场官邸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使用。所以他们也有在办理一些的一个包括一些基于回馈呢，也办了一些的一个创意回馈，还有文化展览等等的一些公益性的一个活动。在鼓励外化的同时，市府要求业者借着举办艺文活动、弱势团体导览等等的方式，善尽社会责任。对此，议员王家珍希望未来会当有常态性、更加积极的作为，也保障市府会当有修改合约的权利。台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市立病院选伫母亲节进前举办守护妈妈爱健康活动，邀请以内护理师演唱真侪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呼吁辛苦的妈妈爱定期做好癌症筛检，为健康把关。由市医护理师献唱阿母的手这首歌，启动母亲节系列活动事务。市医为了守护妈妈健康，推出守护妈妈爱健康活动，会中嘛邀请了领养患者靠妈妈现身讲法，为大家说明得到癌症的心路历程，并且呼吁爱定期做体检。你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会想到为什么是我？我会慌张、鸵鸟躲起来逃避。我先生他只是在旁边的痛，他不会 push， 他顺着我。但是呢，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真的是市医整个治疗的团队是非常非常的棒。在致癌的黄金组合，第一是
医院的治疗，第二就是家人，然后自己。平常我们要自我检查哦，每个月月经完1个礼拜，你在洗澡，平常的时候多注意你的身体哦，看有没有乳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包括什么摸到硬块，或者是你皮肤起的变化，包括乳头。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寻求我们这个外科乳房外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以做触诊，我们可以做超音波，我们可以做摄影，当然我们还有磁振造影，哦，那个是比较昂贵的检查，这个都是我们的武器。真侪人知影得到癌症，常常会有无愿意面对的状况，抵触言语就医。市医强调，上好的也是爱定期做体检，才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让病情得到良好控制，提高存活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有群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日本金泽市上界出名的就是金箔工艺，而且日本嘉禾市更到温泉名乡之称。这届两市再度来到台南，伫百货公司举办为期3天的工艺美食展，要让台南乡亲认识日本传统工艺之水。有小亚都之称的金泽市甲温泉名乡嘉禾市，这次跨海来台，展开为期3天的工艺美食展。市长赖清德除了借此感谢金泽市甲嘉禾市的市长，伫2月6号地当时第一时间用电话甲写批关心台南，也借着展览的机会，为这2市做观光宣传。荣幸有机会到金泽，也到过嘉禾。这2个城市都非常非常漂亮。そして私は前の金沢市、そして加賀市も訪問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て、本当にとても素晴らしい美しい都市と思います。尤其是金泽的杰出子弟八田羽一先生，就是帮台南市盖了乌山头水库，让嘉南平原可以成为台湾的米仓。到目前这个水库还在发挥功能，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库。那我也曾经去过嘉禾市。そして加賀市も訪問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哇，嘉禾市的温泉非常非常知名。そして加賀市の温泉もとても有名と存じられます。然后他们2个城市金泽跟嘉禾的食物，哇，非常的棒啊，都是美食之都。特に金沢市と加賀市はとても美味し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って、グルメの都市と思われます。我非常鼓励我们台南市市民，大家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但千万不要只集中去日本的东京或者是京都。其实金泽工艺之都，还有嘉禾温泉之都，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旅游的景点。金泽甲嘉禾市上知名的就是金箔仔工艺、2月等等传统艺术工艺。展览当中展出真侪真卡的灰仔、漆器等等，甚至阁有金箔仔系列的保养品甲当地特产。有兴趣的民众5月6号到5月8号期间，会当前来感受日本的传统工艺。但新闻家山林根采访报道。2016台南艺术节城市舞台系列，这届由台南在地演艺歌剧团改编300年前流亡将近40年的林正王伫台南的历史故事。演出的地点，佮特别选伫原本是林正王府的书店大天后宫，而且跳脱一般歌戏的演出模式。天苗空千里3年，感觉伊个心也
苦行心事，孤军为国来大漂。今年台南艺术节城市舞台系列之一的空关迷，空关迷透过歌戏的表演，以树顶大天后宫作为背景，带领观众重新登去到300年前的宁靖王府，做伙去了解一位失去国家的王爷，在海外流亡40年以后，最后为什么选择甲伊的原配，也个5位妃子遗骨留伫台湾，又个为何留下100外的空魂？音艺歌剧团是台南在地非常优质的歌仔戏团，那他们这次呢特别选出，这个林靖王的故事，那他希望可以让大家对于林靖王朱树贵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识。那也特别选在这个大天后宫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做演出，因为这边以前呢就是林靖王的这个府邸。那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呢，可以说跟台南的在地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渊源，那也非常的好看。那当时呢，他为了避免清兵对他的这个追杀那所以呢，他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就是有100座的这样的一个棺木。那他到底葬在哪一座棺木也不得而知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有趣的故事。那也欢迎民众在5月8号晚上7点半到大天后宫的广场来欣赏这一档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出歌仔戏的大戏。这场100年空关的宣案，将伫5月8号暗时7点半揭开历史的封印。欢迎所有有兴趣的民众做伙到树顶大天后宫的庙口，做伙来欣赏宁靖王朱树贵颠沛流离的一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7届海峡两岸儿童少年美术大展，特别以着味道作为主题。两岸儿童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也呈现出不同款的风格。这第7届展览进行深度的交流。第7届海峡两岸儿童少年美术大展，集合了两岸侪优秀小朋友的美术作品，互来观赏的大朋友、小朋友，拢会当照着囡仔的角度去观察现代社会对小朋友伫咧心理上以及生活当中的影响。今年以味道为主题，互这场艺文展览变甲更加亲像是一场艺术盛宴。那么今年这个策展第一次在台南那这也是我们策展团队很大的心愿去年就跟我谈说，能不能在台南办一场，因为台南是我们府城嘛，台湾的府城最古老、最有文化最有人的味道的地方就是我们台南，所以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能够在台南展出，而且得到我们台南各界热烈的支持。这届展出也是第1届来到台南展出，策展人希望为两岸带来更多互相的了解和交流。今年的展览主题是味道，那这个味道不光是美食和感官之外，它还需要去表现，就是说美食之味之外的自然的奇味儿，然后这个人情的这个韵味儿和整个文化的这个传承之味儿，所以这个味道它是非常多丰富层次的，包括妈妈的味道、幸福的味道、自由的味道。那孩子们可以用他们的心去体现、去表达这么丰富的地域文化、这么人情冷暖的酸甜苦辣的味道。可以透过不同地域的小朋友看到其他地方的生活文化，了解到世界这么丰富多姿的味道，然后呢，其实也启发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自己本土本乡的热爱。看到其他小朋友把自己的故乡能够观察描绘得这么美，那我们的故乡呢？我们故乡的味道在哪里？都有很好的启发。味道透过小小画家手中的笔，绘出了丰富的色彩和美妙感动。也欢迎民众伫咧展期内来到中华日报社展览场观赏。
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一位50岁林先生最近2礼拜不时的腹肚痛、想要吐，甚至佫发现小便甲目睭愈来愈黄。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是胆管结石所造成的，紧急接受类似件手术，才恢复健康。医生表示，当一个病人出现黄疸、皮肤甚至目睭变黄的时，第一个感觉拢认为可能得了肝病，但却疏忽嘛可能是胆管出了问题。以门诊上只看到从胆管结石来讲，镜头嘛以黄疸、皮肤变黄，其实是放裂较地色来表现，所以一旦有相关的镜头，得赶紧就医。包括溶血性黄疸，通常是血液各方面的问题，红血球遭受到破坏，导致黄疸的指数的爬高。那第二个常见的原因的话，就包括说这个肝细胞性的黄疸。那肝细胞性的黄疸的话，大概常见的可能是急性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甚至是慢性的 B 型肝炎、C 型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后期的病人表现就会以黄疸的这个指数爬高来表现。那第三种的话，就是所谓的阻塞性黄疸，一般常见是胆结石或者是有肿瘤阻塞所造成的这个阻塞性黄疸这样。当病人有出现相关镜头，病人透过抽血、超音波或者是类似镜摄影的方式，直接判断病灶，甚至会当直接提出做怪结石，真紧得当恢复健康。确定原因的方面呢，当然第一个是抽血方面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那再来检查的部分，我们一般会优先排的检查是这个腹部的超音波，它是最快速可以让我们分辨说到底是哪一种。到底是哪种原因造成黄疸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子？那如果在超音波上面我们发现胆管有比较扩张的情况，那一般我们会比较偏向是认为这个病人有阻塞性黄疸。当然，预防等于治疗，胆结石的高风险群也是以体重过重、少运动，或者是代谢较歹为主。所以，伫食物的选择一定要平衡各种营养素。同时，食较清的，减食高油脂、高胆固醇的食物。但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基美核中心伫2008年引进第4代电脑刀的设备，经过7档的努力，到今已经完成228例肝肿瘤治疗，当中阁有190例是肝癌的患者。对着无法度开刀或者是无法度接受传统治疗患者来讲，有真大帮助。目前治疗肝癌的办法主要也是以开刀为主，但真正适合的病人却只有2成。你若是透过其他治疗，亲像动脉化疗栓塞、射频烧灼术，也是酒精注射等等，住活率犹原真低。因此，放射治疗就成为另外一种选择。基美病院自2008年引进第4代电脑刀到今，已经治疗228例的肝肿瘤，其中肝癌佫达到790例。那我们的结果呢，是1年呢存活率可以达到6成9，大概快7成。那3年也有5成。这跟其实我等一下会修我们的那个幻灯片，其实跟一般的治疗相差不远。那更让我们高兴的是说，因为这些病人本来是说快被放弃的，因为他前半段是已经无法接受开刀啊什么最传统的治疗已经无法接受了，才落到我们手上。那既然我们可以挽回那么多条的生命，我是值得我们高兴。因为电脑刀有多面向的角度，会当互药剂集中伫肿瘤，对着只有一粒无超过4公分的肿瘤，以及早期肝硬化、肝癌的治疗效果是上理想的。我们在评估说哪些病人治疗的效果最好呢？当然是肿瘤是单颗小于4公分的或是本身肝功能是相当保存的还不错的，这3种病人的效果是最好的，它的存活率控制力是最好的。那尤其肿瘤大小影响到治疗的整个结果。那我们就挑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分析说，把肿瘤分成3等份，我们把抓4公分以内的，我会抓4公分以内的，因为电烧的病患，这些病人是可以接受电烧的电烧的效果我们知道可以达到9成。那我们做看看，我们有没有跟电烧差不多一样？结果我们出人意料的是说，我们3年的控制力可以达到9成8。
存活率也有60%到70%，这个的结果都跟电烧的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多一样。自去年2月份开始，运用电脑的治疗肝肿瘤，都已经开放无条件的健保补助，对着无法度开刀以及无法度接受传统治疗的患者来讲，是带来真大的帮助。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5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跳崖更百变。一切保护，受袂到，真是让你受袂到啊！王妃，多谢潘先生。受咱大明重视，在海上漂流数十次。